主耶稣是满有盼望，使我们得胜的神，阿们吗？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拆开不幸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身体宣告。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拆开不幸之宣告你的话语，在敌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身体宣告。我要得胜的神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连续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身体宣，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身体宣告。哈利路亚！我们将掌声献给我们的神。我们持续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主，我属于你，求你差遣，我就跟随。你说话，我就顺服，勇敢爱你所爱的。
眼睛，每时代向你呼求，你教我如何成长。情况来祷告，为你们自己在疫情之中来祷告，我们同声来开口。
心与你合一。这时代要呼求你，呼求你的爱降临，我口中勇敢站立，你旨意成就这地。亲爱的主，我们属于你。这时候，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瞻看你的荣耀，开启我们的眼光，看见你要在这世代所做的。主，我们呼求你，呼求你的怜悯降下，呼求你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来彰显。主，我们无论在何处，我们都同心合意来呼求你，不只是在现场，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即使是在每一个家庭，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诸般的智慧，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同心合意的祈求、感谢、祷告。主，我们希望看见你的荣耀降临，我们希望看到你的同在，我们希望看见你回应我们的呼召，回应我们的祷告，回应我们的呼求。主，求你来帮助我们，透过我们更加认识你这样的一个过程，紧密的与主来连结。特别在这动荡不断的世代，我们看到天灾地变，我们知道末后的日子即将来到。主，这是你在向我们启示你的心意，让我们更多的警醒。透过祷告，求你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你，让各国万邦万民都来归向你。主，我们呼求你，此时将你的宝座就设立彰显在这里，彰显在每一个家庭。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你在你的宝座掌权作王，你也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线上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透过今天的祷告，特别是先来认识主的名。我们透过这本书思念神的名，今天我们要来认识这个主题是居所。那在圣经里面有用很多一些名字来形容这位神，他有居所，有避难所，有盾牌，有山寨，有高台。在形容透过诗人的表达当中，他说你是我的居所，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山寨等等，就是在人在危难的当中，他认识到这位神是保护他的，是他的依靠。所以我们当向神，向你的避难所，或者是刚才所提到的盾牌、山寨、居所、高台祷告的时候，在过去他们的表达就是这位神就是与你同在，他要应许你，要照顾你，要保护你，要回应你的祈求。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显示有一位神与他的子民是同在的。先是在旷野，在会幕，然后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在新约更进一步，是在启示这位神不但是要与他的子民同在，他更要住在他子民之内。所以在新约里面有提到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吗？我们身体是神的殿，表示神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他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圣经他用很奇妙的这样的一个影像来描述神是我们所居住的，是我们的居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一些的经文，我们才能够更认识到这位神原来他在我们的周遭，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我们要一起来赞美这位神，这位神是你的倚靠，你的帮助，你的避难所，你所有的，你在逃难的时候，你在困境的时候，他是你可以倚靠的。我邀请大家现在我们一起来赞美这位主，他是你的，他可以成为你的避难所，成为你的山寨，成为你的高台。弟兄姐妹们，一起开口同声来赞美这位神。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自己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神，你是我们在困境当中的在生活中，在我们的一生谢谢耶稣，主啊，你在我们困难时，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们在得谢谢你在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成为我们的依靠。主啊，你是恩赐的主，是我们的高台，再一次的机会。主啊，你更积极的说你是我们的居所，主啊，你是与我们同住的。主啊，虽然我们这个身体，虽然我们这个生命，主啊，很多的时候，主啊，我们得罪你，甚至主啊，我们不把你当一位神，主啊，我们不把我们的生命成为活的像是有主一样。主啊，但是主你总是来怜悯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真更是在我们生命中，主啊，你要掌管我们全居首位的主。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一生，主啊，因着主你而有意义，主啊，因着你的拯救，主啊，使我们在短暂的生命里面，主啊，我们的生命像大海里面的溪水，但是主你竟然邀请我们，主啊，跟你那永远的长河里面，主啊，那历史的长河里面，主你竟然邀请我们，主啊，跟你一起，主啊，经历这一切。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创造我们，主啊，我们更感谢你，主你应许，主啊，你要与我们同在。特别是主今天的经文再次来告诉我们，当我们危难的时候，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你是我们的高台，主啊，你更是我们的盾牌。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世上有许多的苦难，主啊，你知道这个世界这一个礼拜以来，主啊，在欧洲，主啊，有大水洪水泛滥，主啊，在中国大陆也一样，主啊，我们看到这世界不一样了，主啊，我们感觉这世界好像是末日了，主啊，我们恳求你，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就躲在主你的怀里，主啊，我们就是来依靠你，因为主啊，你自己说，主啊，你要把我们放在那高台上，主啊，这些洪水患难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主你要保留我们的生命，但是主啊，你保留台湾人，目前主啊还在主你的这个安全里面，主不是我们要享受而已，主因为你也是这一位呼召我们的主，主你不只是主啊让我们生命是消极而已，主你也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能够积极的进取的，主因为你要拯救这世界，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这个很微小的生命，主你竟然看重我们，主啊，让我们这很短暂有限的生命，主你竟然邀请我们不只是成为你的儿女，你更邀请我们的生命像水滴一样，竟然可以参与在你这个历史的长流长河里面，这拯救的长河里，主你竟然邀请我们跟你一起同工，因为主你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你的里面，因为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居所，
谢谢你再次应允我们，主啊，我们亲近你，主你就亲近我们，主啊，你就是我们的一切，主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每一次遇到困难，让我们每一次觉得怀疑的时候，让我们每一次觉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当我们惊慌失措的时候，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你是那永远不改变。主啊，你是说话算话，你是信实慈爱有大能力的主。谢谢主，你是我们的一切，你是我们的依靠，我们靠着你就对了。谢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他是我们的居所之外，也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护卫。刚才的经文里面有提到盾牌，它是另外一个来描述神，他成为我们的保护护卫。然后这个盾牌在古时候，它是用一层一层的牛皮来做成，用在贴身搏斗的这样的一个抵挡跟保护哦，也是另外保护士兵不被城墙上扔下的石头来打伤。在圣经的时代，有一些城市他们被包围在25尺高的，还有15到25尺厚的这样的城墙之中。那农民白天他们到田间去工作，晚上他们就回来在城内得着这样的一个保护哦。那特别是有一些大的要塞这些的城市，他们在外面有这样的一个城堡式的楼台，那在城市外墙被毁的时候，他们在里面还有一层的保障。那就像其他我们已经提过的这些的词，神被比喻好像一个盾牌或者是城堡，是在护卫着他的子民。所以弟兄姐妹，神依然在护卫着你。你知道在这一两天，我们看到那个烟花的台风本来是对着我们哦，那每一次我看到这一些的台风要侵袭的时候，我就是会对着这样的一个台风来做祷告，恳求神挪出这抵挡或者是挪移这些的会让我们是灾害的这一些的天灾。感谢主，我们现在看它是往北偏哦。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去经历，你来祷告，来寻求他，他是你的依靠，他是你的护卫。我们用这些经文，我们一起来宣告，更加的认识这位神是怎样。来，一起来，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段的经文，过去可能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哦，但是这段疫情的当中哦，可能你会更多的感觉，看到印度，看到其他这些的国家确诊那么多，这样的一个确诊上面的那么多，我们才能够体会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哦，特别是要真的是用心来祷告，让这些万人扑倒这些景象不会临到你的身上。我要邀请大家一起同声来感谢主，也祈求神来赦免我们。如果我们得罪他的，使他不悦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启示我们能够悔改回转来归向他。我们一起开口来感谢我们的主，也回转归向他。我们悔改来认罪来祈求，我们开口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开你的口来祷告。谢谢你，谢谢你保护保
守我们，如同你眼中的同宣告人。你是主啊，我们的盾不是牌，我们比你是别人好，护卫主啊，我们的乃是主啊，你要兴起我主啊谢谢们，你，主啊，你知道兴起我们台湾，主你的众儿女们，主啊，我们是要被你兴起的一群，主啊，基督的精兵，主，我们就是要起来祷告，主啊，若是我们不祷告，主啊，我们不传福音，主啊，我们就有祸了，主啊，我们就有罪了，主，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我们常常在那个舒适圈里面，主啊，我们自以为，主啊，你特别恩待我们，我们自以为主啊，你要我们就是舒舒服服的，主啊，不是，因为主啊，你乃是要你的儿女们，主啊，台湾的这一群，主你所选召的儿女们，主啊，我们跟你一起来，主啊，我们为这个受苦受难的人来祷告，主啊，将这些福音，主啊，能够传进他们的耳朵，主啊，带进他们的生命，使他们的生命是可以得到福音的大能。主，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主啊，因着这个疫情，主啊，我们再次有信心说，主啊，你是胜过这些网罗的，主啊，这些网罗，主啊，即便是临到我们，主你不是你没有办法这被这些网罗所网住的，主你就是带领我们脱离这些的网罗，主啊，这些剑这些瘟疫，主啊会临到，但是主啊，你不必让这些来伤害我们，因为主啊，你是我们的保护者，主啊，你让我们赢过这一切，因为主你是赢过这一切的主，哈利路亚，感谢你。阿爸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主啊，你邀请我们住在全能者的印下，主啊，你要我们坐在你的家中，主啊，交出我们自己的主权，因为唯有你知道让我们生命得着丰盛的道路，唯有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唯有你知道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主啊，也唯有你能够说明你创造我们的意义。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不断的透过你仆人使女的话语，在向我们分享从主来的盼望，从主来的赐福，从主来的意念，从主来的奥秘。主，但我们也要来到你的面前，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被环境，我们被我们自己的心境所辖制，在这黑暗的环境里面，主，我们急于反应，却没有及时的回应。主，我们在这当中，很多时候是害怕的，很多时候是焦虑的，很多时候以为自己是被遗弃的，很多时候以为是不被接纳的。但是主，你却知道我们的心境。主，你接纳我们所有的反应，但主，你也邀请我们更积极的来回应主你的恩典。主，谢谢你如此看重这么渺小的我们，如同我们最近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主啊，你竟然看重这么渺小的人所做罪恶的事，为什么不放任他们去死一死就好了呢？因为主，你爱我们，主，你爱每一个你创造的生命，你爱每一个即使现在在黑暗当中没有办法自己挣脱出来，即使在很多自我怀疑当中，即使在现在台湾的经济环境受疫情影响，受全世界的这些经济来影响的困境当中，主啊，我们真是要再次的来仰望你，因为你在的用大自然向我们说话。主啊，你让地震来摇撼我们内心，让我们再次醒悟过来，原来主你都在，原来主你向我们说话，你摇动我们心里面的惧怕，你摇动我们心里面那个彷徨，让我们抬起头来看看主你还在这里，你还在用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你还在邀请我们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在这样看似好像很没有盼望、很黑暗、没有未来的时代，主啊，你仍然在我们当中。
主，你更是邀请我们，越是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如何来信靠你呢？你说你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主啊，你的诚实就是你的信实，唯有信心来仰望你，主，我们就要在主你信实的盾牌下，被主你来保护，被主你来看守。因为主你说我们要坐在你的家中，我们还要去哪里呢？唯有来到主你的家中啊！主，谢谢你，你再次用诗篇91篇安慰我们的心，接纳我们的心，也让我们的心在你的话语当中醒悟过来，我们就要转向你，就要奔跑来到主你的家中。主啊，你要我们坐在全能者的印下，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用祷告来守望，我们就用祷告来宣告，即使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小信，但是主每次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再次在你的里面领受从你来的信心，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你是永远不放弃我们的主。主啊，你是仍然在那黑暗中对我们说话的主，要我们醒悟过来，要我们回转向你，我们就知道那赐福的源头是谁，我们就知道那丰盛的源头是谁，我们就知道那生命的源头是谁，也叫我们知道如何活出我们的生命。谢谢你爱我们，你真实爱我们，不论过去、现在、未来，主你都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要再次的转向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来祈求，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过去我们常听家是避风港，好像可以避难的地方。过去可能向往美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看见没有一个国家是安全的，特别是在家庭原来的避风港、避难所，却是可能一起确诊的一个地方，传染的地方。和上帝的居所这样的一个比喻十分接近的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没有一个地方成为你可以避难的地方的时候，这里诗人在说，他是一位我们可以投靠的，可以躲在他的荫下的，可以护卫着我们得平安、保护我们的这位神。希伯来经文里面的避难所这个字和以色列的逃城是很有关联。那逃城是人们在意外杀人之后，他可以暂时的逃离躲避之处，以得到这样庇护，免得别人也杀害他。那在这样的一个策略上面，这些城市的位置大概设计在离他所居住的城市1天的行程可以抵达的，就让他有机会可以逃离，然后躲避，然后不被人杀害。我们一起来用这些的经文，一起来更认识这位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一起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在面对这些艰困，面对一些疫情的冲击，感谢神，他继续的护卫着我们，他让我们成为避难的地方，特别是在我们面临看不见的跟看得见的这一些的敌人的时候，他依然要保护我们。特别是在疫情当中，我们看见透过外交，透过这些的疫苗，不管是外来的或是国产的，这些医疗物资过去我们的缺乏，但是我们却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个供应者。我们可以分享给别人，别人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们没有的他们有的。
我们恳求神让这个执政掌权的人有智慧，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可不可以共体时间，同心来对抗这看不见的病毒，这些的敌人。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让这些执政掌权或者再也有智慧一起来面对，特别是两岸的和平。我们在面对看不见的敌人的时候，看得见的敌人却三不五时一直在骚扰，一直在恐吓我们。我们恳求神让我们的执政掌权有智慧去面对。弟兄姐妹，我们也为了这些防疫人员，最近我们看大批在打这一些的疫苗，所以有一些医疗人员、护理人员，他们要被征召来施打，所以在他们的体力上，在这些设备上，我们恳求神给我们有足够的这些的人力跟量能。我们也为着每一天我们看到有些确诊，感谢神有慢慢的降低。我们恳求透过这些的确诊者，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来医治。家里有失丧的，像今天就有好像5位有失掉他们的性命。我们就看到这些的家庭要面对失去亲人的哀伤，求神自己来安慰。也因为疫情所带来的这些冲击，因为我们的餐厅还没有办法开放内用希望不久的将来，在7月26号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降级，也疫情中心依然有在做一些的计划跟调整。我们恳求神在这样的艰困的时代，我们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起来站在这个国家城市的破口，特别我们的桃园今天有武力。我们恳求神来护卫着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保护我们不受到这些确诊的传染影响。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现在就开口同声来祷告，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为我们的国家，特别是为我们这些去日本参加奥运的这些的选手，我们为他们来祝福、来祷告，求神护卫着他们，保护他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主，你是万主之主，主，你更是台湾主掌权的主，主啊，台湾不管执政长是谁，主啊，你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主。主啊，你知道台湾这块美丽的宝岛，主啊，每一次在世世代代当中，主啊，我们总是有许多主啊得罪你的地方，但是主啊，你仍然你出你的圣手福赐来带领我们，主啊，你仍然成为我们随时的保护，主啊，我们感谢你，主你兴起你的儿女们，主啊，你的儿女们虽然是少数，主啊，但是你的儿女们却是要成为那关键的少数，主啊，恳求你让这个疫情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主啊，让我们真是站在那个破口上，主啊，我们站在生与死的当中，主啊，我们举起我们手来祷告，主啊，为这个国家，主啊，为这个执政者，主啊，使他们真的是知道，主啊，能够有谦卑的心，主啊，他们所做的是能够行公义、好怜悯，成为这个与主的人来同行的。主啊，虽然我们不认识你，主啊，但是我们恳求你来兴起，主啊，兴起你的儿女们，主啊，就是能够在这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恳求你成为这防疫的人员的力量，主啊，你也帮助我们，主啊，在我们的国里，主啊，不管我们的国防，主啊，我们的敌人是谁，主啊，你就是胜过这个敌人，主啊，因为主啊，你说了就算，主啊，台湾这块土地，主啊，是你的圣手福赐来保领的，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在这当中我们有许多的失丧，主啊，我们有许多的失落，但是主啊，唯有我们遇到困难，主啊，我们才知道主我们需要你，主啊，有一位神是我们的邻居不认识的，主啊，有一位真神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灵，主啊，是我们的这个媒体不认识的，主啊，仰望你，主啊，让我们就是仰望你，望你圣手扶持带领台湾成为美丽的宝岛。向我们大师代，这时候我们要奉你的名来到你的面前，为了我们的国家不敬畏神，敬拜偶像，自以为义，恳求主怜悯赦罪，
让我们从疫情中看见你向我们发出的讯，听见你正呼唤我们回转归向你，我们就起来转离我们的恶行，除掉我们心里的污，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不是开毁，乃是要重建；拔出，乃是要拯救，并且拯救到底。天父，我们也感谢你，你是耶和华以勒，在当下恩典的供应，透过国际捐赠的疫苗，民间团体的热心捐赠，使我们医疗物资匮乏，我们献上感恩。求主继续开路，使未来疫苗的购买或者是开发不能够顺利，让我们真经历神是又真又活掌权的神，乐意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在面对不可掌握的疫情，深知主人在全地掌权，我们就在你恩典里面站立，不惊慌恐惧，能有基督似的真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恳求主赐给那些在上执政的政府官员，能从你得到智慧，越一些未知的挑战，使人民能放心，让这个国家真能够成为我们的保护，让我们能够在这块土地安居。也求你尽力保护、看顾在前线奋战的所有防疫医护人员，使他们不受艰难，不遭患难，神的平安与他们同在。我们也为那些不幸在疫情中确诊或因此丧失家人的，或经济受影响正陷入困境中的，求神使用各种管道，让他们即使在黑暗中能看见希望的曙光，能刚强壮胆，与你同行，度过风浪。天父上帝，我们能成为属神的子民，何等感恩！让我们能看见神你正呼召我们，耶利米先知一样，在这黑暗的世代成为光。让我们学习耶利米，勇敢地站起来，回应你的呼召。这是我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谢谢崔恩长老在线上带领我们回应祷告。我们要为着我们的肢体、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知道这位神是可以帮助我们？你如何知道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如何做才能够得着他的应许？我们来读几段的经文，一起来。你要踹在狮子和虺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要认识他的名，他就要把我们安置在高处。如果我们求告他，他就要应允我们。在急难中，他应许与我们同在，他并给我们有长寿。
并要将他的救恩显明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要为着教会能够在这样疫情之下，也能够透过许多线上的方式来帮助弟兄姐妹，比如说迦南之声，还有我们一些的灵修的管道，可以帮助弟兄姐妹灵命的成长更新。我们也透过社区夏令营等等这些的管道，不管是儿童或者是年长者、年轻人，我们都可以帮助他们认识到这位神。线上的礼拜小组依然能够继续的进行，虽然还是有一些的暂停了，但是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这样的一个线上的鼓励，也为了这些肢体陆陆续续在施打疫苗求神除去这些副作用，让我们身心灵能够更健壮。弟兄姐妹，在这段的期间，我们看到因为疫情的冲击，使家庭亲子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到一些的影响。恳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段期间能够共体时间，能够团结同心合意，特别是在家工作或是在家学习的，更有这样的一个效能。这段期间，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毕业了，他们在寻求前面的方向，我们要祝福他们，让他们有清楚的目标。当他们有清楚的目标方向，他们就能够知道如何去达成他的目标，也能够知道有这位神来成为他们的帮助。在第2期的线上阿嘎培已经进行到第3天，我们要在明天进入到第4天。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有一些的创意，他们面对问题困难的时候，能够集思广益，同心合一来寻求解决之道。我们恳求神来帮助他们这些年轻人，特别是有一些年轻人并还没有信主。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它串联到教会的这些小组牧区，恳求主来帮助透过一些的活动、线上的节目，也能够吸引他们。但是最终我们恳求是主自己来吸引他们。我们为了这些要面对指考的学生，他们有稳定的心情来预备考试，特别在这暑假的期间，也让这些的年轻学子他们能够3字，就是自主、自学、自律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开口同声来祷告，特别为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这社区的祝福，能够成为每个家庭的一个这样供应的一个管道。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每一个家庭肢体来祷告，来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我们教会的头，主我们就是互为肢体，主每哪一个肢体受苦，主你就让整个身体都能够来回应。主你看到，因为疫情之下，主我们的每一个肢体，主都是在受苦受难。主当然我们有些肢体，主他们是因着疫情，主他们是得着这个高升的，主但是主你都一样来照顾，主你都一样来看顾，主你就是要我们成为你的左手右手，主你要让我们先更新我们跟你的关系，主使我们的灵命，主能够因着疫情当中，主我们被主你来，主真的是才会，主你被你再次来建造，主让我们在这样子在被主你所拒绝的老我的时候，主那心火就慢慢来长成，主让我们在疫情当中建立起跟主你亲密的关系，主也跟家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主我们知道我们有了你，主我们就有了一切，主让我们透过教会的聚会，透过线上的聚会，透过社区的服务，主透过我们肢体之间，主我们彼此来连接，主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主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主因为你爱我们，主因为你先爱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主谢谢你，你的爱是带来完全的医治，主你的爱带来我们生命中的支持跟引导，主你更是成为我们众人随时的帮助。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成为年轻学子，主的主，谢谢你。
主，我们知道天地万物都不断的在改变，唯有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的信实永不改变。主啊，谢谢你，我们面对这样千变万化的疫情，你让你的教会能够因为你所赐的智慧，能够不断的更新调整，有这样的一个策略，有这样的一个管道，在线上透过线上的聚会，透过线上的学习，透过线上的营会，帮助你的教会深入到各个家庭，特别是过去从没有接触的，我们可以借着这样来接触更多的家庭。主，谢谢你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彼此线上的分享连结带导，让我们知道个人的需要，也奉你的名来祝福，让你的恩典慈爱，你的供应，你的医治就降临在每一个家庭的当中。主啊，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冲击，经济会受到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但是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当我们敬畏你的时候，无论大小，主你说你必要赐福，主你的应许都在你的话语里面，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透过迦南之声，透过一些灵修的管道，透过线上的礼拜，透过线上的祷告会，我们更认识你的名，因为更认识你，我们才能够从你得着更多的保护、资源跟供应。主，谢谢你，让我们在透过这样的一个线上的阿嘎贝夏令营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这些的小朋友，他们专心专注的在这些圣经的故事。主啊，感谢你，你是多么的奇妙！你使用大卫，你使用摩西，你使用好多这些圣经的人物，能够抓住他们的心，能够让他们在幼小心灵能够认识到主你的慈爱，你的救恩。谢谢你也使用这些年轻人，让他们更发挥这样的一个创意，让他们得时不得时可以赢得这些孩子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将每个家庭，将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在这边要预备考试的这些年轻人，毕业的这些年轻人，主啊，我们的未来都在神你的手中，愿你自己来掌权，自己来带领，自己来施恩在每一个家庭，让我们在缺乏当中也得着你的供应，在失望的当中有神你的盼望在我们当中，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基督是我们家之主，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的主宰，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成员的主。主啊，我们将我们灵思想情感意志都邀请你来成为我们的主，特别将我们的身体献上，你来掌权。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圣经好多上帝要给你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看这一些的经文，我们也用信心来宣告，因为神要成为你的盾牌，还有你的奖赏。我们一起来用主的话宣告说：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我们要记得，神是你的盾牌，特别是在面对很多这些困境的征战的时候，他要成为你的保护、你的帮助。我们一起来：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我们要呼求神，因为他是成为保护你的力量，你的守护者。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你的力量哦，所以当你宣告说：主，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诗歌，
当我们这样喜乐来以神为乐的时候，他的就要成为你的。我们一起来宣告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他要留下一些好处，就是要给谁？给你啊，弟兄姐妹，要给敬畏上帝的人。我们要一起来站立，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恩典就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把手借给我来。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限制，宣告你的话语，在敌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人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弟兄姐妹要信心来宣告，你要看见神的同在，流奶与蜜之地。阿门。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限制，宣告你的话语，在敌人面前得胜有得胜。一起来宣告说：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阿们。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阿们。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唱对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在敌人的面前，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掌声献给我们的主。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因为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谢谢你，因为你是赐平安的主，你要将你的平安赐给敬畏你的人。主，谢谢你，你要供应你的一切的资源给敬畏你的人。谢谢主，我们在此同心合的祷告，愿你来悦纳，来垂听，也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你的平安，特别是在这一段的期间这样的一个恐慌、这样的不安的世代，神你依然与我们同在。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再一次将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愿上帝与你同在，赐给你平安。我们下次再见。